这几天天气是热热热，最近有不少游客嫌高雄的小港机场冷气未凉，连工作人员嘛在发热。小港机场讲，因为规定冷气敢若会当开26度至28度，若无就要吃罚单。然后联管局回应讲，已经有甲机场做辅导，会当照天气也有现场的人数来做调整。出国旅客客满高雄小港机场大厅，虽然有冷气，也是感觉真热。有人炸小电风，航空公司地勤工作区、航警办公区也拢出动电风来降温。刚小朋友还说他觉得有点热，对。香港普遍的冷气都比较足，但是我们都会觉得冷。现场有几度咧？看向温度仪表板，所发现看到咧，实际体红外线度针向大厅测量出现31度，也和工作人员报关真是真热。电风扇会给你们吹会比较舒服一点。没有，是我们自己在的。今天也是热的，然后可以是热的。机场这边有调整温度过？有的，他们应该会调整，但是我不知道调整多少。高雄国际航空站回应，温度显示器是因为有问题咧修理，严格把关空调是因为小港机场是人员用户符合空调26到28度的规定，机场因为温度伤过低，受到经济部人员局警告单。各违规爱罚钱，才会控温，希望体谅。暗过人员局回应，空调管理是指室内环境平均温度明比16度较低。已经在拜六联络辅导业者，应看场站人调甲外气的情形来调整温度，也会继续辅导对方进行空调节能诊断甲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